高雄公山有袂少做螺丝的工厂，迄无成假，甚至有几啊间工厂已经收大关门。业者讲，甲俄罗斯、乌克兰的战争有关系，因为欧洲国家认为台湾冒战争的风险，所以拢抽订单咯。占地宽阔的工厂厂房，内底机械放甲足紧。全台湾螺丝制作的上大生产地，就伫高雄公山。是讲为8月开始，所有6间工厂陆续关门，甚至有这未求婚，工厂内线材拢红搬了了。少了很多哦。对啊，我们附近也是好像有听说也有刚倒闭的。这样子。业者讲，目前面对着上大挑战，甲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有关系。因为不少欧洲国家认为台湾有战争的风险，抽调订单。本地50%销往欧洲，30%销去美国的螺丝产品，出口受到影响。有业者通报劳工局，10月员工将会放无薪假。你所卖出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办法销到欧盟甚至美国，因为你的成本就比人家高了。除非他要做一个转型，政府的应该要继续关怀这些螺丝产业。经济部在今年8月也邀集业者座谈，针对放宽还款期，还有协助业者在海外发展。同时，本局也将持续辅导业者朝向高质化、智慧化以低碳化来发展。经发局统计，今年1月到8月，螺丝扣件产值686亿，景气有影真歹，表示会继续协助业者海外发展甲转型，而且向中港协调搬价，将螺丝产业的冲击降到上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